我個名叫做歐陽業成，成間學校都話我冇人性。我唔係睇報紙啊，我唔係人憎啊，最反陰差陽錯上錯我身，我食人掠骨，用啲學費去落級。我話唔得，我話唔得，我要同佢着周隻，喺佢背後暗中踢貴民，令我仲涉之亨堂，跟住俾人打到死腳爬爬。不過你班骨散，一班地件甩站，噏咗校名你要執生。清華大解得信，馬可孛羅德勝會，亞洲自善堂，司馬昭昭博士夫人第一，紀念中學。出去！我個編號係朱玉明，對所有學生都十分之有感情。呢個係我學生汪嘉玲，佢嘅童年偶像係魯平。家下 Uncle Man 自有型，好想同佢講愛情，但係唔知幾時停。我完全唔陰質，用盡心機發掘學生嘅潛質。我話你得，我話你得，我要佢教我無影腳。我得閒會同佢去捉下麻雀。大師學藝我敬師傅一杯茶。我識佢投胎變做 BB 喺地查。珍惜啊你班學生，見到啲女仔就唔好爭啊！大家都咁死爽，老友啊嘛。聖克蘭雅根遜，馬可孛羅德勝會，亞洲之前堂，司馬昭昭博士夫人第一，紀念中學。